帝引带，伫过去一冬，无论咱经过关山，还是经过伫任何的状况，拢有上帝的保守甲引带，互咱通平安来经过新的一冬。愿咱的上帝继续引带咱，行伫伊所安排的道路内面。虽然毋知头前有啥物款的挑战，还是有啥物款的困难，但是阮永远相信，有主的引带，甲主的保守，咱拢永远袂惊。圣经嘛安尼讲的，恁就无伫惊，无伫论，因为无论到倒位去，你的上帝都讲甲你三甲伫地。我想伫这个新的一冬，咱的上帝犹原敢三甲伫地，保守咱平安，而且有上帝，满有上帝的恩典，行过咱人生每一步，行过咱人生的每一条路。上重要的是，当咱将咱的主、将咱的耶稣放伫咱的内心，常常透过咱甲伊亲近的关系，当咱搁较来明白咱的主，搁较来听咱的主的时，咱就会当搁较了解上帝伫咱每一项的生命的心意是啥。所以，当咱伫今日新年的第一天，咱分别家己的时间，到伫教会伫遮敬拜的时，我相信这就是追求上帝心意，和主搁较亲近上好的一个方式。因咱今仔早起时的敬拜，无论是咱的诗歌、咱的祈祷、咱所唱的、咱所讲的、咱所听的，拢将这一切荣耀归乎这位咱所听的这位上帝。咱做用这条诗歌，咱做伙敬拜，也唱出咱对咱所听的这位耶稣上大的阿乐。咱就来唱这条诗歌。你是我心所希望，你是我心所生命中只有你，是我所爱我主。你是我心所希望，你是我心所爱，在我生命中。所爱我主，我的永远爱你，耶稣，我多爱你，深深爱你，我的永远爱你，耶稣，多爱你，我主。我心所希望，主啊，你是我心所
多爱你，亲亲爱你，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多多爱你，我主。我永远爱你，耶稣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耶稣，伫新的一天，我要永远的爱你，国度来爱你，你是我心所想的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多多爱你，我主。感谢主的引带，互咱经过过去的一冬。头前所讲，无论过去的一冬，咱经过什么代志，拢有缘伫主的保守，伫主的引带内面。我想伫咱礼拜一开始，咱嘛献上咱的感谢，对这位咱所爱的主，所献上咱上大的感谢。感谢伫过去的一冬，互咱通经过，互咱通伫伊的保守、伫伊的平安内面、伫伊的稳定内面。经过旧的一冬，进入伫新的一冬，咱做伙来读这段的经文，希伯来书第4章16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所以咱着好打就近稳定的座位，通受怜悯，也得着稳定，做及时的帮助。所以咱着来到伫这个稳定的宝座面前，向咱的上帝来献上咱的感谢。也是无，咱毋是上帝的稳定。是上帝的保守，咱无法度做啥物。所以咱即马，咱来献上咱感谢的祈祷，向上帝来感谢。咱做伙开嘴来祈祷，做伙来感谢。哦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过去的时当你的引带，你的保守。主啊，随讲你过去一当，过去的一当，可能有拄着无共款的挑战，无共款的困难，但主啊，伫你完全的保守，伫这看顾内面，全有完平安来经过。主啊，阮献上我满心的感谢，献上阮上大的恩乐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亲爱的兄弟，我真献上我满心的感谢，也献上我满心的恩乐。主啊，阮知伫过去的一冬，虽然阮每一站拢有经历着无同款的代志。但阮知主这拢有你美好的旨意，也有主你的稳定伫这个内面。主啊，阮献上我满心的感谢。若毋是伫你的引带、伫你的保护内面，阮的人无法度通做啥物。主啊，求你继续引带阮，互阮伫新的一冬继续用一个感恩、感谢的心，伫每一日来顺服伫主你的引带，伫顺服伫主你的带领。通行稳伫主你所安排的道路内面，主啊，感谢你，安尼祈祷奉靠主啊所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接下来咱继续来祈祷，咱为着咱家己来祈祷。伫新的一冬，虽然咱讲伫新的一冬，但是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可能咱拄到的代志，可能有缘还未解决，可能是咱伫生命内面的软弱。咱所即马所拄着的病痛，也是咱信心不足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所面对的每一个困难的所在，拢看见上帝的帮助。咱做来读这段圣经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29节，咱做伙来读。所有人苦甲背担的人啊，来就我，我要互恁得到安息。我的担是轻的，我的担是快的。这个圣经上讲，背重担的人，就来就近我，来就近这位主，就将咱所挂虑的代志，咱所烦恼的代志，带到伫主的面前，求上帝来甲我们帮助。这是邀请每一个兄弟姊妹做开始为着家己来祈祷，为着家己你所感觉信心不足，还是你即摆所拄着的困难。也是你所拄着的病痛来祈祷，咱做伙开嘴来祈祷。哦，主啊，今日来到你的面前，主啊，为着阮家己的祈祷，主啊，有时咱我的感觉，阮的信心不足，感觉啊，家己有一
最拄到的困难，我都通解决。是啊，但是阮知，当阮来求婚礼的时阵，你着搁一摆，互阮的心得到安息。搁一摆求婚礼的时阵，我着得到帮助。主啊，求你真做阮的帮助，真做阮的避难所。就伫阮的生命拄到挑战的时阵，你着来帮助阮，真做阮及时的帮助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。新的一天，也求上帝来调整咱每一人的眼光，也调整咱的生命。伫新的一天，咱搁一摆立定咱的心志。无论你伫新的一天，你所计划的是啥，无论是伫你的家庭、伫你的工作、伫甲你和你家庭的关系，还是你的经济，还是你甲上帝的关系。拢求上帝来帮助咱，调整好咱的心志，调整好咱的生命，也调整好咱的眼光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的圣经诗篇90篇12节。求你教示阮怎样数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咱今日叫做读诗篇51篇第10节。上帝啊，求你互我创造清气的心。互我内面有满心正直的灵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伫新的一天真正有一个新，而且新的灵伫咱的内心，调整咱的眼光，嘛调整咱的生命。这是咱为着咱新的一天，咱的生命，咱来献上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伫新的一天，求这帮助阮，帮助阮每一个人通来调整阮的生命，嘛调整阮的眼光，互阮的生命通。来真正来看见伫主你的心意是啥，互阮通来跟对着主你的脚步，互阮在阮的生命真正爱抓牢着主，互阮通知主啊，伫新的一天，我要往什么款的方向？主啊，虽讲伫新的一天，阮有无共款的计划，但是主求你来引带阮，伫阮的生命内面来动工，互阮通知阮所做的一切拢有主你的引带甲保守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！主啊，感谢你！主啊，感谢你！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多多爱你，亲亲爱你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最后，咱嘛为着今仔日的聚会来祈祷。伫新年的头一日，咱这个三甲聚集的时，当咱分别咱的时间到伫上帝圣殿来敬拜的时，我相信上帝祝福着搁一届临到伫咱每一人的生命，不止伫咱每一个服侍的同工，也伫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内面。虽然为着今日的聚会来祈祷，特别咱为着今下牧师的讲道来祈祷。
为着咱每一个人准备好咱的心，有一个健全的心来祈祷；为着每一个服侍的团队有一个合一的心智来祈祷；也为着伫咱教育中心遮的主日学的老师甲遮的囡仔来祈祷。上重要嘛是，佮会为着家己有一个准备好的心，要和咱的主来相拄的心来祈祷。咱做开喙为着遮的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主啊，伫新的一档，你引带阮来到这个圣殿来敬拜阿罗你。主啊，阮就今早起的礼拜，交托一堆的手中。主啊，阮为着做代志来祈祷。主啊，为着早起是校务所的讲道来祈祷。求主你来引带伊，透过伊的生命，透过伊的讲道，互阮的生命一直甲你提升。主啊，也将早起是每一个兄弟姊妹到你的手中。主啊，你引带每一个来到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，互每一个心较无拍开每一个的心，拍开每一个的耳孔，来通听见主你的话。啊，从每一个服侍当交到伫你的手中，主你来引带来保守，丰富困难，来将一切的事工来完成，而且来归荣耀，来归你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将早起的聚会，真是交托伫主的手中，求主你的圣神来引带，求主你的圣神来保护。今仔早起是礼拜，真是真做一个荣耀的礼拜。主啊，感谢你。主啊，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多多爱你，亲亲爱你。我要永远爱你，耶稣。多多爱你，我主。多多爱你，我主。多多爱你，我主。所以你生命原来敬拜，为了伫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，也承认你是主。耶稣是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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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阮求相信。那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。邀请咱兄弟们做徛起来敬拜咱的上帝。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，为了伫你面前来敬拜。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。承认你是主，耶稣因你生命来敬拜，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，为了伫你面前来敬拜，耶稣因你生命原来敬拜，也承认你是主。耶稣是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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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恳求相信，假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。咱搁一摆宣告，耶稣是主，耶。是主，耶稣是主，阮求相信，假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咱搁一摆宣告，耶稣是主，耶稣
耶稣是主，困求诚实甲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，困求诚实，困求诚实甲是我，耶稣基督是主。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上帝智慧能力。你的听是何等长看关心，满有丰盛父亲的稳定。耶稣将地将我万民，看着荣耀尊贵而乐。我因心灵相信，热情敬拜，做甜无做甜，听我的上帝，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听，哦我的主，予我多多仰望你，热情来敬拜你，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上帝智慧能力。你的听是何等长看关心，满有丰盛有真的稳定。耶稣将天将万民，看着荣耀尊贵而乐。我用心灵诚实，热情敬拜，做甜无做甜，听我的敬拜，用爱心来敬拜，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爱生命来回应主的听，用咱的歌声，咱的祈祷来敬拜咱的上主。主啊，阮继续来敬拜你，奉献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听，哦我的主，予我多多仰望你，热情来敬拜你，热情来敬拜你，热情来敬拜你，现在是当热情来敬拜你，热情来敬拜你。这是咱继续用心正